好啦，第二部分咧講講話，我選購線圈嘅時候會考慮邊個部分咧？就考慮咧佢能唔能夠換外定支同內定支，即係能夠換嘅話咧，都睇下有冇得賣。好似阿 T-Motor 咁樣，佢只能夠咧成個換，無論自己嘅工作效率定係後面嘅工作量都相當大。唔好理個成本先啦，我又要拆好多嘢，又要看。點解有啲你知啦，飛控裝咗喺入邊，你點看啫？要拆開晒機先看到啊嘛，係咪？咁你要話競速機冇所謂啦，競速機咁啊揭開呢度看就得啦。咁你都係要看啊嘛，係咪先？又要套嗰條線入去，呢條套要疏通，你唔能夠喺呢度套入去噶嘛，你要喺裏邊套出嚟噶嘛。咁係咯，本身要疏通咁緊，你又要點樣掹條線出嚟，點套翻落去咧？係完全嘥功夫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選購時咧必須要揀個摩打個品牌係有外定支同內定支賣嘅，同埋要睇個 KB 多唔多。咁愛馬仕亞馬仕嗰個摩打咧，個 KB 咧真係多到離譜嘅。一隻摩打有6個 KB 選擇，即係你高中低都有細分兩個咁樣，低有2個，中有2個，高有2個。咁其他呢啲咁嘅牌子摩打咧，一係3個，一係2個，一就係4個，佢唔會超過5個。咁但係唯獨佢哋係有嘅。咁如果你炸衰咗之後咧，你飛啱你自己，你唔介意即係錢啊嘛？你買幾隻 KB，即係假設你想温柔啲花式嘅，就1700 KB 左右啦，1700至1800 KB 度啦。咁你想暴力少少，咁啊就1900至到2000啦咁樣，即係可以可選。咁你遠航嘅，梗係1700至1500啦，或者再低啲都得咁樣。咁你咪可以自己咯。咁如果想飛啲柔和啲、又花式嘅，咁啊1750 KB 一定係一流噶啦。咁然之後你再適應咯，再自己有時間嘅時候咪再分類。你中意用競速定係花式嘅摩打係啦。咁最緊要就係襟炸係啦，價錢唔係問題，襟炸好襟炸，炸完之後我可以用最低嘅成本、最高嘅效率去換個摩打。唔好要我成個線看晒出嚟抽晒。跟住就講 BDB 摩打啦，BDB 摩打真係普通中嘅普通，冇乜真係特別，又貴喎。價錢咧相比咧係同接近亞馬仕嘅，所以咧真係好貴，所以我唔會再飛壞咗之後唔會再買翻嘅。跟住咧手上如果同浩飛之間揀咧，咁梗係萬得啦。佢呢個線性咧好正嘅，即係佢暴力得嚟咧係可以你把握到、控制到嘅，可以把持得住。咁浩飛咧有時咧暴力就係一就好暴力，一就唔暴力，多數都好暴力，好難去掌握佢嗰個力度。咁即係譬如話，我要側身西落個窿度，即係譬如我飛下，我想側身西一個窿度，室內跳去出邊，咁你要控制油門控制好精。咁但係呢啲咧好柔嘅，好線性嘅，你係 feel 到你推幾多就幾多，一西你推油門就咁。但係呢樣嘢唔係嘅，佢會發過龍嘅，即係佢會爆得滯嘅。咁當然咁多款機裏面，呢3隻即係咁多款摩打裏面咧都好接近嘅，係唯獨浩飛咧個線性嘅波幅咧係比較凌亂啲嘅。你講佢亂咗少少。咁當然我覺得係可以買翻啲2265啊、2275啊、2207啊咁嘅嗰類，佢有嘅。佢呢個係2205嘅2305係啦，呢個230.5。咁如果2307咧可能會控制得好啲，因為佢大隻啲啊嘛，厚身啲啊嘛，個響應應該會靈敏啲。佢唔係唔夠響應啊，勁得滯啫嘛，一虛成個機抽高嘅，而唔係西右嘅，即係唔係西左唔係西右，反而你一推油門，反而4個摩打突然哇勁得滯。但係要換咗呢個摩打就好明顯地會 feel 到係完全唔同嘅。反而我覺得喺呢度會舒服好多。